想象下，當你夜晚瞓到半醒，想去廁所，原來只要轉個身，甚至唔使落床就搞掂。呢個究竟係方便嘅極致，定係尊嚴嘅底線？深水埗一個月租2500蚊嘅單位，憑住一張鐵架床同一個馬桶嘅零距離接觸，成功震驚全網。各位啡粉、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娛樂咖啡室，我係主持大啡哥。今日同大家睇下呢單喺網上瘋傳嘅深水埗廁所房租盤，月租2500蚊，標榜有冷氣、有熱水，但原來所謂嘅生活空間就係一張床搭喺馬桶隔離。呢張相片最近喺各大租屋群組瘋傳，有人話呢個係與廁同眠，亦有人話呢個係香港人尊嚴嘅新低點。今日大飛哥就同大家一齊深入解剖呢個深水埗廁所房現象，睇下喺簡破房法例即將殺到埋身嘅前夕，呢類神質單位究竟係點樣誕生，又反映咗一個點樣嘅荒謬現實。講到呢度，如果你都覺得香港嘅住屋問題係一個值得深思嘅課題，或者你都曾經為咗揾樓而頭痕過，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撳下個鐘仔。你嘅每一個訂閱都係我哋繼續製作深度專題嘅動力。我哋承諾會繼續為大家發掘更多香港社會唔同角落嘅真實故事，唔好錯過。好，翻嚟正題，我哋先用顯微鏡嘅方式仔細審視下呢個引起全城譁然嘅單位。根據網上流傳嘅相片同資料，呢個單位位於深水埗漁洲街一帶嘅唐樓高層，業主或者地產代理喺放盤嗰陣標榜呢度係平租套房，月租2500蚊，包水包電，仲有冷氣同熱水爐。聽落去，對於一個預算極度有限嘅單身人士嚟講，呢啲條件似乎好吸引。但係當你放大張相嚟睇，你會發現魔鬼在細節，甚至魔鬼就喺你張床隔離。成個單位嘅核心設計理念似乎就係終極懶人友善。一張標準嘅3尺單人鐵架床被安放喺原本應該係廁所或者廚房嘅位置。最震撼視覺嘅係床緊貼住一個坐廁，為咗遷就去水喉位，即係話如果你瞓喺張床度，你嘅視線水平係剛好同個馬桶嘅邊緣平排。如果你夜晚黑想去廁所，你根本唔需要落床，只要坐起身，雙腳一伸就可以無縫銜接去到馬桶度。對於某啲追求極致效率嘅人嚟講，呢個可能係一個優點，但對於絕大部分正常人嚟講，呢個係一種對感官嘅極刑。試諗下，喺咁狹窄嘅空間入邊，衛生係一個幾大嘅挑戰。首先係氣味問題，個馬桶冇任何遮擋，亦都冇獨立嘅抽氣扇。雖然牆上面有部風扇，但風扇只會將廁所嘅氣味吹散到成個房間，即係你張床度啊。就算你沖廁沖得幾乾淨，坑渠本身嘅氣味、U 型隔氣如果乾咗之後，倒灌嘅氣味都會毫無保留咁陪伴你入睡。再加上沖涼嘅位置亦都係喺呢個狹窄嘅空間入面。相片顯示個花灑龍頭就安裝喺馬桶隔離嘅牆身，冇浴簾，冇玻璃屏風，即係話當你沖涼嘅時候，水花係無可避免會淋濕張床褥，除非你每次沖涼之前都好似打仗咁用膠布包好張床，否則張床褥長期處於潮濕狀態，發毛、滋生塵蟎係必然嘅事。長期瞓喺一張發毛嘅床上面，對於呼吸系統同皮膚嘅影響其實係好深遠。但係點解會有咁樣嘅單位出現呢？呢個唔係單一事件，而係市場需求同業主利潤最大化之下嘅產物。喺深水埗、太子、大角咀呢啲舊區，唐樓單位實用率高，間隔四正，係做劏房嘅天選之地。一個原本實用面積500尺嘅唐樓單位，業主可以將佢劏成4至5間100幾尺嘅套房。但係隨住近年樓價波動同租務市場嘅變化，有一啲更細、更畸形嘅單位應運而生。呢類廁所房通常係由單位入邊最角落下最難利用嘅廚廁位改裝而成。可能原本呢個位置只係一個雜物房或者後巷位，但業主為咗賺盡每一分錢，於是加裝個馬桶，擺張床就當成一個獨立單位出租。我哋要明白2500蚊喺2025年嘅香港租務市場係咩概念？根據最新嘅差餉物業估價署數據，深水埗區嘅劏房平均尺租已經去到40幾50蚊，一個100尺嘅正常劏房閒閒地都要4000幾5000蚊。如果你想要有獨立廁所、有窗、有裝修，租金更加係直逼6000。對於一啲做散工、洗碗、清潔或者係剛到埗嘅新移民、冇依靠嘅長者嚟講，每個月揾得萬幾蚊，要攞一半人工去交租係非常吃力嘅事。於是2500蚊呢個價位就成為咗佢哋嘅救命草。佢哋未必係唔知道個環境惡劣，而係喺瞓街同瞓廁所房之間，佢哋被逼選擇咗後者。因為呢度起碼有瓦遮頭，有冷氣吹，有門鎖可以鎖住自己嗰少少嘅家當。呢個就係市場嘅殘酷現實。只要有需求，幾荒謬嘅供應都會有人買單。不過事情嚟到2025年嘅年尾，個氣氛又有啲唔同。大家應該都記得，政府喺早前嘅施政報告度大力推行解決劏房問題，提出咗簡樸房嘅概念同標準。
根據政府嘅時間表，而家正係準備開始登記嘅階段，預計2026年3月就會正式開始接受登記，隨後會有寬限期俾業主去改裝。咁究竟呢個廁所房喺新例之下仲有冇得留低呢？我哋拎翻簡樸房嘅8大標準嚟對照一下。首先係面積，標準要求最少要有8平方米，即係大約86尺。目測呢個廁所房加上床同廁所位，甚至連轉身位都冇，整體面積好大機會係唔達標。如果連86尺都冇，咁佢基本上已經係死刑㗎。第二，亦都係最關鍵嘅一點，就係廁所嘅標準。政府文件清楚列明，簡樸房必須設有獨立廁所，而且廁所必須要有適當嘅圍封，將如廁區同起居飲食區分隔開。政府當時解釋話，就算唔係實心磚牆，起碼都要有堅固嘅物料做間隔，唔可以只係拉塊簾就算。更何況呢個單位係完全開放式啦。呢種床廁合一嘅設計係絕對違反咗簡樸房對於衛生同私隱嘅基本要求。第三，通風同消防，新標準要求廁所如果有窗就最好，冇窗嘅黑廁就必須要安裝機械通風系統，抽氣扇要駁出室外。呢個單位雖然有風扇，但睇唔到有接駁出街嘅抽氣喉。如果氣味同濕氣排唔走，肯定過唔到關。再加上喺咁狹窄嘅空間煮食，雖然呢個單位未必有廚房位，但租客可能會自己用電磁爐，消防風險亦係極高。所以好肯定咁講，呢個廁所房喺簡樸房制度全面落實之後，係屬於必須取締嘅劣質劏房。業主如果想繼續出租，就必須要進行大改裝，例如拆咗張床，起翻幅牆，封翻個廁所。但咁樣一嚟，剩翻嘅空間可能連床都擺唔落，根本做唔成一個住人嘅房。所以呢類單位好大機會會成為絕響。呢個廁所房其實係一面鏡，照出咗社會資源分配嘅極度不均。業主為咗回報率，可以無視租客嘅基本生活尊嚴；租客為咗生存，被迫接受呢種非人嘅生活環境。雙方都喺呢個扭曲嘅遊戲規則入邊掙扎。網民嘅反應亦都好值得玩味，有啲留言好抵死，話呢個就係真正嘅套房，套住你喺馬桶邊。又有話每晚發夢都聞到香氣。呢啲嬉笑怒罵背後，其實係一種無力感。大家對於呢種現象已經見怪不怪，甚至開始用幽默去化解嗰種悲哀。但我哋唔能夠因為習慣咗就覺得係正常。試想像下，如果嗰個住客係你嘅家人，係你嘅朋友，你仲笑唔笑得出？再深入啲分析下業主嘅心態，點解業主會整間咁嘅房出嚟？假設業主買入呢個唐樓單位，大概係300萬，劏成4間房，每間租3至4千蚊，回報率已經唔錯。而呢個廁所房可能係第5間，係由原本冇用嘅角落偷出嚟嘅，裝修成本極低，一張鐵架床幾百蚊，一個馬桶連安裝幾千蚊，加埋冷氣熱水爐1萬蚊樓下搞掂。但係每個月收2500，一年就收3萬，回報率極高。對於業主嚟講，呢個係一盤本小利大嘅生意。佢哋賭嘅係，只要香港仲有貧窮，仲有住屋需求，呢啲房就一定有人租。佢哋甚至可能會諗，我提供咗個平價地方俾人住，算係做善事啦。呢種將剝削包裝成提供選擇嘅邏輯，正正係資本主義最冷酷嘅一面。不過隨住2026年嘅臨近，簡樸房嘅立法可以話係對呢種邏輯嘅一次迎頭痛擊。政府今次似乎係動真格，設下咗刑責。如果業主喺寬限期後仲出租唔合規嘅單位，係要負上法律責任，甚至要坐監。呢個阻嚇力相信會令到好多想搏大霧嘅業主卻步。我相信未來1年深水埗、土瓜灣呢啲舊區將會出現一波改裝潮或者結業潮。我哋可能會見到好多呢類劣質劏房被清拆，還原翻做普通住宅，或者改建成符合標準嘅簡樸房。但係喺過渡期入面，租務市場可能會出現一陣混亂。有業主可能會趁新例未生效，盡快加租或者逼走現有租客去裝修。又有業主可能因為驚誤墮法網，寧願封盤唔租，導致平價盤源短期內急劇減少。受苦嘅始終係嗰班最冇議價能力嘅基層租客。講到衛生，我想引用少少醫學常識去補充下點解廁所房咁得人驚。微生物學家曾經做過研究，沖廁嗰一刻如果冇蓋上廁板，細菌同病毒可以隨住氣流噴射到6尺高，並且懸浮喺空氣中長達幾個鐘。喺呢個廁所房入邊，張床同馬桶嘅距離連2尺都冇，即係話你每次沖廁其實都係幫張床褥同枕頭加料。大腸桿菌、金黃葡萄球菌隨時就係你嘅床伴。長期吸入呢啲受污染嘅空氣，或者接觸被污染嘅寢具，會增加患上腸胃炎、皮膚病甚至呼吸道感染嘅風險。特別係喺流感或者其他傳染病高峰期，呢種居住環境簡直係病毒嘅溫床。所以政府立法規定廁所要有獨立圍封，唔單止係為咗私隱，更加係一個公共衛生嘅必要措施。另外，心理健康亦都不容忽視。
長期生活喺一個咁狹窄、咁壓抑，而且充滿異味嘅環境，人係好容易產生焦慮、抑鬱嘅情緒。屋企原本應該係一個放鬆、充電嘅避風港，但對於廁所房嘅租客嚟講，返屋企可能係另一種壓力嘅開始。佢哋可能會因為怕污糟而唔敢邀請朋友上嚟，甚至連自己喺房入面食個飯都覺得難受。久而久之，變得更加孤僻，與社會脫節。呢種隱形嘅心理創傷，往往比身體上嘅病痛更加難以察覺同治療。最後，我想講嘅係，每一個住喺劏房、籠屋或者呢種廁所房入邊嘅人，佢哋都係有血有肉、有自己故事嘅香港人。佢哋可能係為咗仔女讀書而節衣縮食嘅父母，可能係離鄉別井嚟香港打拼嘅外勞，亦可能係一時失意嘅年輕人。佢哋唔應該被標籤，亦唔應該被遺忘。政府嘅政策雖然係遲咗，但總算係行出咗一步。希望喺取締劣質劏房嘅同時，社會各界能夠俾多啲支援同關懷呢班受影響嘅住戶，令佢哋真正可以住得有尊嚴。今日關於深水埗廁所房嘅專題報導就嚟到呢度。雖然話題有啲沉重，但我覺得有必要將呢啲真實嘅畫面呈現俾大家睇，因為只有面對現實，我哋先有機會去改變佢。如果你對今集內容有任何睇法，或者你有更加神級、更加荒謬嘅租樓奇遇，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大飛哥分享，我會逐一睇晒佢。如果你覺得今集節目做得唔錯，請你唔好吝嗇你嘅 like， 將條片 share 出去，俾更多人關注香港嘅住屋問題。最重要係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你嘅支持係我哋堅持做高質素內容嘅最大動力。我係大啡哥，祝大家都有一個安樂窩。我哋下集見，拜拜。